嗱，而家你畫面見到呢個 workflow 咧，就係識得自動地將我 YouTube channel 嘅最新嘅影片變成而家你見到喺我網站上邊嘅文章。嗱，今次影片咧係針對俾一啲 N8N 嘅初學者嘅，想透過呢個例子咧，俾你學習到使用 N8N 嘅一啲底層邏輯。因為咧，其實你講每一個元素咧，第一你可以睇翻 N8N 嘅 document 啦，第二其實入邊嗰啲設定咧，你問 ChatGPT 都問到嘅。其實一樣更重要嘅嘢咧，就係點樣去架構嗰個 automation。嗱，喺個影片入邊，你會透過呢一個例子咧，學習到3個嘅重點。第一，嗱，平時你見到網上面見到人啲分享一啲好複雜嘅 workflow 咧，其實嗰個未必係一個好嘅 workflow 嚟嘅，因為如果個 workflow 太複雜咧，其實你應該打散嚟處理。第二，你會學習到乜嘢情況下我哋係需要使用 database 嘅。例如，如果你畫面見到呢個咧，就係 N8N 新增嘅內置功能叫 data table， 等間你會知道噶啦。第三，當我哋設定一個 automation 嘅時候咧，其實首先要了解嗰一個 API 嘅特性。我個比喻係咧，每一個 API 有自己嘅脾性嘅。嗱，呢一個 workflow 我亦都會上傳到我哋嘅學員平台上邊，即係話但凡過去或者未來參加我哋 N8N 工作坊嘅學員咧，都可以登入翻我哋嘅學員平台，就可以下載到呢一個 template 啦。嗱，但係都係嗰句，如果你欠缺一個底層邏輯嘅話咧，你 download 咗個 template 落嚟咧，其實都未必識改嘅。嗱，所以而家我哋去片解釋一下。嗱，呢一個 workflow 主要分成2個部分嘅。上邊即係第一部分咧，係首先定時定候喺我嘅 YouTube channel 度攞啲資料落嚟咧，儲存落一個 database 度。咁我就使用咗 N8N 內置嘅功能 data table 啦。我等間會再解釋點解要儲存住呢啲資料。下邊嗰部分咧，就係基於已經儲存咗嗰個資料咧，喺個 database 度攞個資料出嚟。咁呢個 database 入邊係包含咗嗰個 YouTube 嘅 ID 啦。攞咗個 ID 之後咧，就可以透過 Gemini 去分析呢條影片變成文字，然之後咧就貼上落去我嘅網站度啦。嗱，喺個影片入邊咧，我想帶出2個核心思維。第一樣嘢咧就係避免重複。嗱，首先解釋一下點解需要額外一個 database 去儲存呢啲 YouTube 資料咧？點解唔直接喺 YouTube 度攞條影片直接叫佢寫咪得咯？嗱，因為咧，當你連接完 YouTube 嘅時候，喺度咧我撳 execute。嗱，佢嘅設定咧係可以喺 YouTube 度攞最新嗰25條嘅影片，但係喺 YouTube 嘅世界，佢唔會知道你呢條影片變咗做文章未噶嘛。嗱，所以佢每次都係必然攞最新嗰25條影片出嚟。所以咧，你每次都重新寫25個影片嘅話，咁咪重複咯，因為你前邊嗰24條影片已經寫咗噶嘛。嗱，所以咧個步驟就係先將呢啲影片資料儲存落你自己 database 度，然之後加行叫做 status。去記錄呢條影片係咪已經變咗做文章啦？嗱，我主要咧簡單得2個 status 啫，一個咧就叫做 wait， 即係等緊啦，等緊佢開始啦。第二個 status 咧就叫 publish， 顧名思義啦，就係寫咗文章之後直接已經發布到落去文章度啦。咁標記呢個 status 係有意義嘅，你跟住睇埋條影片就會明白㗎啦。嗱，而家先講下邊嗰個 workflow， 你見下邊個 workflow 咧就係佢每日9點鐘開始啦，然之後咧就喺頭先個 database 度咧，去攞最新嘅資料出嚟。咁喺度攞最新資料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啦，就係基於嗰個 status 係 wait 㗎啦。即係話如果佢嘅 status 係 publish 嘅話咧，佢就唔會再重新行呢個 workflow， 就避免咗重複啦。嗱，跟住後邊落嚟嘅流程相對簡單，主要咧就係將呢條嘅 YouTube 影片交俾 Gemini 去寫成一篇文章，然之後後邊咧就係發布到落去我嘅網站度。咁我自己咧係用 WordPress 嘅，你亦都可以擺落去你常用嘅工具度，例如係 Notion、Google Docs 等等。嗱，好啦，發布完之後咧，呢度有個重點嘅，就係你會見到咧，我 update 翻嗰行資料，就係要將嗰個 status 咧變翻做 publish 啦。嗱，所以喺度先講咗第一個重點，就係我哋需要有個咁嘅 database。佢開始嘅時候咧，個 status 咧係叫 wait 嘅。咁當佢執行咗個流程，寫好咗篇文章之後咧，我喺個 automation 嘅尾段就將佢變成咗 publish。咁所以就避免咗呢條影片重複去執行呢一個 workflow 啦。嗱，咁睇翻上邊呢一個 workflow 啦，就係每日自動地攞我 YouTube channel 最新嗰25條影片儲存落個 database 度嘛。咁可能你會問，攞25條影片都會重複嘅喎？冇錯啦，我中意使用 N8N 內置呢個新推出 data table 功能嘅原因啦，因為佢內置咗一個功能咧，就係話 if row does not exist， 即係話佢會自動去感應下呢一行嘅資料係咪已經存在嘅。
例如當我每日朝頭早都重複會攞最新嗰25條影片落嚟啦，佢就會呢25條影片重新去檢查一次。如果當中有24條嘅影片係已經存在咗㗎啦，即係重複㗎啦，佢就唔會輸入嗰個資料，佢只會篩選剩翻嗰一條唔重複嘅影片咧。呢一個 data 咧就繼續向後運行嗱。所以喺成個 workflow 入邊儲存資料嗰下，我係做咗個 step 去避免重複，而下邊嗰個 workflow 即係將呢條影片變成文章嗰個 workflow 咧，亦都係有透過使用 status 去避免呢一個 workflow 係重複運行嘅。嗱，喺度咧先帶出個重點就係喺有啲情況下，我哋要喺某一個地方經常性係攞啲資料出嚟嘅。咁喺呢個例子入邊，我就係要經常性喺 YouTube channel 度攞啲資料出嚟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需要一啲設定去避免個資料重複啦。嗱，跟住落嚟咧，帶出第二個重點，就係當我哋設定呢啲 workflow 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冇一個固定嘅諗法，即係話我唔係一開始嘅時候就知道個 workflow 係咁做嘅，而係邊行邊做邊改。特別係遇到問題嘅時候咧，我揾一啲方法去解決嘅啫。嗱，我會比喻每一個工具有自己嘅脾性嘅。舉個例子，而家咧我 double click 睇下 YouTube 俾一啲咩資料我。嗱，因為如果你有上傳過 YouTube 影片，你都會知道啦。第一， YouTube 係有唔同嘅長度。如果你影片短過一定嘅時間，例如係30秒咧，佢會自動歸類咗做 YouTube Short 嘅。嗱，喺我嘅做法入邊咧，我唔想將短影片寫成文章。第二，影片係有分成唔同嘅狀態噶嘛，例如係 unlist 同埋 publish。嗱，通常我哋上傳影片咧，我哋先叫 unlist 嘅，即係唔出街住。我哋執好咗個封面設計啊，寫好咗個內文啊，寫好咗個標題咧，我哋先將嗰條 YouTube 影片變成 publish 噶嘛。我淨係想儲存長嘅影片，同埋個狀態係 public 公開嘅影片啊嘛。咁我要知道第一個 step，我攞落嚟嗰25條影片，佢有冇俾啲資料我咯？咁我而家 double click 入去啦，我就要去檢查佢啲仔細嘅資料啦。咁一啲好基本嘅嘢，例如呢條影片嘅標題同埋影片入邊嘅 description，佢有俾我喎。嗱，咁但係佢係冇俾到呢條影片係 public 啊，定係 unlist， 同埋佢冇俾到呢條影片嘅時間喎。咁我花咗大概10幾20分鐘時間去研究嘅時候，我就發現呢，原來 Get Many 呢，你可以一次過攞大量嘅影片落嚟，但係啲資料咧係唔仔細嘅。如果你想攞啲更 detail 嘅資料，即係呢條影片嘅時間嘅話咧，你就係需要基於呢條影片嘅 ID， 即係呢一個，然之後咧透過 get 啫，你先可以攞到詳細嘅資料嘅。嗱，所以事前我係唔知道，我係一路做一路睇 document， 一路問 ChatGPT 嘅時候咧，我先更加明白 YouTube 個 API 背後原理。嗱，所以當你明白咗 YouTube API 嘅原理之後咧，你就會更加清晰上邊呢一個 workflow 嘅原理啦。首先我係攞咗呢25條嘅影片落嚟啦，然之後喺度我檢查有冇重複，咁可能當中有2個新影片係唔重複嘅，我就需要使用 loop 去每一條影片再去睇佢仔細嘅資料。嗱，喺度咧我就使用咗 Get a Video。咁透過 Get a Video 咧，佢會提供更仔細嘅資料嘅，就係包括咗呢條影片係 public 啊定係 unlist 嘅。咁你喺度見到我整咗個 if else 啦，就係如果佢係 public 嘅，就再檢查呢條影片嘅時間。咁如果呢條影片係屬於長影片，即係唔係屬於 YouTube Short 嘅，我先儲存落去呢一個 database 度啦。嗱，所以而家你畫面見到我呢個 database， 我係確保佢嘅資料唔重複啦，呢條影片嘅狀態係 public 啦，同埋佢係長影片咧，我先會擺落去呢個 database 度嘅。嗱，其實你問我咧，學習 N8N 入邊一啲細緻嘅設定咧，你絕對係可以問 ChatGPT， 佢好容易教到你嘅，唔需要擔心嘅。嗱，反而係一啲觀念上嘅嘢係難倒最多嘅初學者咯。嗱，所以我成日都話，就算攞咗個 template， 但係唔明白佢背後嘅概念嘅話咧，其實都好難去改到你想要嘅嘢嘅。嗱，如果你想用最短嘅時間去建立一個良好嘅基礎嘅話咧，歡迎參加我哋11月1號 N8N 落地應用工作坊。喺呢工作坊入邊咧，我哋主要學2樣嘢嘅。第一部分就係喺 N8N 入邊建立類似頭先嘅自動化流程。同一時間，你會了解到 AI 即係語言模型 API 嘅邏輯。第二部分，你會即場建立到一個 AI agent。嗱，課堂上邊係預備咗大量嘅練習，係需要自備電腦嚟上堂嘅。嗱，另外如果你自問電腦基礎唔係話好高，你過去冇學習過任何 prompt engineering 嘅技巧嘅話呢，
亦都歡迎參加我哋早一個星期舉行，即係10月25號星期六嘅 AI 升級轉型工作坊。完成呢一個課堂之後呢，你會對語言模型有更透徹嘅了解，你會知道佢嘅強項同埋缺點去到邊度。兩個課堂一同報名係會有9折嘅優惠嘅，詳情可以睇影片下邊嘅連結。我哋課堂入邊見。